大家好，今日寶寶博士同大家分享一下造句嘅秘訣。無論造句定係作文，只要我哋多啲留意生活上面嘅細節，然之後結合視覺化學習，咁樣就會變得好容易噶啦。請大家謹記以下3個秘訣：第一，運用擬人法；第二，就係人動句再加排比句；最後必殺技就係加上心情。喺呢張寶寶博士在游泳嘅圖片度，我哋除咗加上時間、地點、人物之外，我哋亦都可以將死物加上人物嘅名稱，例如太陽伯伯。跟住我哋就要諗下有啲乜嘢動作同埋做緊啲乜嘢。譬如寶寶博士就喺度游泳，太陽伯伯就係看着我。最後就係必殺技心情，我哋可以透過形容佢嘅表情燦爛嘅笑容，而帶出佢有愉快開心嘅心情。大家仲留唔留意到我運用咗啲乜嘢嘅技巧啊？冇錯啦，我就係運用咗一啲指定句式。喺呢一句裏面，我運用咗一邊一邊，即係佢一邊做 A 嘅動作，一邊做 B 嘅動作。咁樣有指定句式嘅加入，你嘅句子就會更加豐富啦。其次，擬人法嘅精髓，除咗係為死物加上人物嘅名稱，我哋亦都可以為佢加上一啲形容詞，令到佢好似人類一樣。譬如呢一句就係太陽伯伯在天上努力地發光發熱。至於寶寶博士，佢又喺度做緊啲乜嘢？有咩動作呢？原來佢今次唔係游泳啦，係變咗躺在沙灘椅上曬太陽。最後記唔記得係乜嘢啊？就係必殺技心情。心情係啲乜嘢呢？就係寫意極了。第二就係善用排比句。大家知唔知道排比句係有啲乜嘢要求噶？冇錯啦，就係一定要3句或以上，句式相近，或者講嘅內容都係相近嘅，先至會可以組成排比句。所以寶寶博士就揀咗3個動作。第一就係喺浮床上面曬太陽，第二就係玩巨型水槍，第三就係暢泳。然之後我就加入時而時而呢一個指定嘅句式。大家知唔知道一邊一邊同時而時而呢2種句式係有乜嘢唔同嘅地方啊？冇錯啦，一邊一邊係佢可以同時間做嘅，而時而時而就係佢一陣做緊呢樣，一陣又做緊嗰樣，係唔可以同一時間做噶。所以我哋係唔會講一邊暢泳一邊玩巨型水槍，因為佢哋係唔可以同一時間做嘅。反而我哋就可以運用時而時而時而，將3個動作組成排比句。實戰嘅時間到啦，大家可以點樣運用擬人法、人動句同埋心情去描述寶寶博士喺度做緊啲乜嘢呢？我騎水上電單車在海上奔馳，好動的太陽伯伯一直跟着我，我們玩得不亦樂乎。而家有3個動作，大家又試下點樣運用排比句、人動句，再連結心情。在沙灘上，我時而堆沙，時而玩沙灘排球，時而躺在沙灘椅上曬太陽，度過愉快的一天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歡迎大家 CLSS。